若讲到这过年期间，有真侪人去爬山，却因为体能装备等问题来发生事故。敢若南投自古到今已经有5站通报救援啊，其中这南山段昨一天呢掉3件。另外，这新竹的大坝尖山27也传出查某山友失去联络，这搜救人员敢若找到伊的天道甲牌仔尔。专家也要提醒讲，爬山一定要做功课，也要评估家己的体能。看起来他的鞋尖是朝那边。搜救人员伫雪地内找找失联的细叶女山友，伊25随团爬新竹大坝尖山，却因为体力无好，家己行了后就失联。消防立即协助了后，连日找找，也毋过细脚仔因为落雨风冲洗掉，增加救援的难度。溪谷都是很多崩壁然后有很多瀑布的地形比较低的地方有点雨那个雨已经把那个雪的那个冲刷掉了，让我们没办法去辨识。搜救人员到所在以为只找到失联山友的布包甲牌仔，却发现脚底落去溪谷。搜救人员表示，登山找无路的时，落去溪谷恐惊搁较歹脱身，上好留伫原地，也是往顶面爬。溪谷比一般的环境还要更阴冷，很容易造成失温。溪谷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它的信号都会变得非常的差。下这溪谷你就没办法跟外面去做联系。溪谷可能互通讯中断，化救困难。专家搁提醒，装有困地顶装备的攀野离心，可能增加突发事故，也是天气变化时的风险。没有带雨具，然后没有带灯具，单攻时间超出预期或天气变化的时候，没有得照顾自己。离开主路进去单攻小山头，御寒防水，还有就是照明跟导航的这几样东西一定要带齐。过年到日连假，袂少人选择爬山，也毋过最近的强烈冷气团，若雨刷滚温度落降，也增加爬山甲救援风险。敢若南投25到今，都有5件救援通报，其中南山大31都有3件。山难一直互搜救人员是遭到皮喘，袂少山友甲搜救人员也伫网上呼吁，上山进前一定爱扎齐装备，同时也爱心情评估自身的体能，有做彻底准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